那我先来个入门级的啊，我零下10度潜过水上班。挺高级了，这已经厉害了。我天天穿塑料垫，我每次都穿塑料垫，还得放一个。还是说他直接剃光是？是说直接。他想一个他们没有。对啊，其实要你有，这里是你有，他不是，们没有。我的意思是我要知道他们都没有吗？他就当录综艺就行了，是吧？向往的生活。不是，这里就我一个女生啊。对，也行。我交过男朋友。我没有撒过。他没有撒过谎，大家关注一下。没有撒过谎，欺骗你。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时髦浓眉大眼的家伙，你个浓眉大眼的家伙演叛变，我以为就我撒谎呢。